白线停车乃妨开罚单，这是伫屏东潮州的兴隆路社会住宅有定地边啊，有民众伫遮插车，毋过对今年8月份开始，真侪人尾啊拢有收到罚单。原来是当地人想要互当地会当更较侪人插车，加较侪车位，所以伫遮停车拢停斜斜。因为安尼无遵守停车爱顺车路的方向，踏马路边的规定，所以才会互检举开罚单。屏东潮州镇这个社体有定地外的大路边，涂骹画白线，不少人将车停伫遮，有的车是顺向停，有的车是插咧停。当地民众讲，下插咧停是为着要互更较侪车通啊停，因为其实插咧停属于违规。有人为8月起陆续接到罚单，也有住户专家拢总收到7张罚单。最近才有。对，然后也没有公告。那你们经理说收到几张？ 3张。他如果没有停斜的话，停的车辆就会比较少，会造成附近居民就是没有地方停。4块位的店头多数拢收过罚单。原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中规定，除了违驶车架是斜的，才会当斜咧停。若无就爱照道路顺向方向靠路边停车，袂当斜停，也袂当反向。顺应那个当地的风俗民情，大家都已经停习惯了嘛，所以我们只要有看到有人停斜的，我们都去跟他讲。但是有的人会改，有的人不会改啊。违规爱罚车主认同，也毋过也建议警局打广告，因为法规虽然是可教条进前应该有的知识，也是有人因为一时的疏忽，也是袂记得法规煞打掉红线。本分局已于该路段张贴公告，并于社区加强宣导顺向停车的规定。警方表示，今年8月到10月陆续接到有人检举车辆无顺向停车，拢总处第42件，已经打广告提醒车主注意，若无恐惊面临600至1000字不等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